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行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工程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你好，是军哥，欢迎收看10月17日中间台南电新闻。因为台湾高山危害农作物愈来愈严重，和台南山区农民相当困扰。加上农业部长嘛提出警醒，台湾若无积极处理高山未来5档高将进入市区。对此，议员伫农业局的工作报告嘛纷纷向市府请命，要求提出相关对策。台湾高山数量超过有20万到30万只，除了不时传出人高的冲突，嘛因为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和农民相当无奈。对此，山区农民嘛透过议员蔡友辉向农业局来请命，希望政府出手来解决问题。高人来，伊毋是这尔，拢规个甲你带了，柑仔逐日都甲带落，包括所有的水果啦、落来啦、啥货来，你无摘条管，你都泡甲放伊网，走的网影就过来啊！真正有够济，伊咧生拖足紧啊，某生囝，囝生囝，孙搁生孙，所以狗咧拖够济，希望政府会当控制这个。面对农民无奈，议员蔡辉嘛质疑市府4档来才掠20只，而且掠着无绑起来，佮放登去生摊，问题同款严重。会中考试敢讲由警方进行犯罪宣导。狗后走去人兜，愈生愈济，农作物顺按市场就甲慢慢来当切条单条，毋是讲食伊食有限因为狗一档5个月能生1届，生1届有1胎到2胎。因为咱拢抓袂到，歹咧无咧结扎嘛，
所以咱动保处讲哦，适当抓20只，其实是动保处去盗猎啦，森保去盗猎，抓来个放倒等于呢，也无甲结扎呢。啊，你抓较少，你可见讲是喏，满山满谷拢是山火。对此，议员尹爱达理嘛针对农作的损害、甲游客管理等层面，要求农局进行友善农业甲电位帮的评估。我们真的要重新再去检视说，我们在所谓这个山林的区域，包含说电木网这种方式也好，或者是逐步的驯化，或者是提供它比较妥适的食物来源这件事情，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而不是一昧的谈论说要不要杀，要不要怎么样围堵。议员引用农业部长所讲的，台湾若无搁再处理山区的高山啊，未来5档高将进入市区的危害。对此，市府农业局长对他提出争取经费进行专业的想法，就拿甲自然保育科嘛做出应用。林保所推广的是电围网，那就是把它围起来，然后就是上面会通电，但是它是一个直流电，那像我们电蚊拍一样，猴子往到上面的时候摸到的时候会触电就会掉下来，然后他会一直告诉他们同伴说这个东西就不要进去。对中央甲地方面对山区的高山啊，已经造成危害问题，确实要正面重视。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低碳营销政策，其中建立电动车的充电设施嘛是重要一环。16号，高雄局伫第3行政中心个正式启用3式的充电架位，对让偏乡的热能基础建设再升级，嘛展现市府加速推动全市充电服务普及化的目标。因为台南市向交通部甲环境部拢分别争取电动车充电站的设立补助，有高雄局长伫展望园区电动车充电站启用仪式当中，形容今年就是充电站启用爆发的一档。目前全市202处的工程进度已经有197处拢已经完成，持续迈向全市每一区拢有充电站，甚至是快充服务。目前9月底10月上旬，工程的进度其实已经到了97%，已经202处，其实197处的工程都已经完成。那后续还有5处的场地呢，是有一些场地的问题我们正在这个协助处理。电充的充电站，台南推得非常快，在短短几年间，我们达到了区37个行政区都有充电桩，而且都有快充站。这个部分政府跟民间合作，大家也看到民间也有设快充，也有设充电站，所以政府跟民间合作能够服务给这个电车的车主。那这样子对于电车友善的环境，大家使用电车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或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台南，就不怕这个找不到充电站。市府特别选伫展文市政园区来设立快充站，嘛是凸显市府加速电动车基础建设服务，无分市区甲偏乡拢爱普及的目标。然后嘛透过数位平台协助民众快速查询附近会当使用的充电设施，互台南迈向低碳营销。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立棒球场对7月受风灾影响以后，就限制超过3个月，下半季嘛只当借用其他球场来比赛，直到例行赛结束，拢无都回到主场。对此不止引发球迷不满，连议员嘛强烈质疑球场的修复进度上慢，要求市府赶紧启动协调。作为顶悬的天棚，毋但无修好，甚至还佫有铁皮、牛条底座嘛出现大泡。台南市立棒球场对7月风灾过后严重损害，到达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着上新评估，球场要完全修复，至少需要1档到2档的时间。伫无主场的期间，统一赛只会当借其他场地来拍比赛。超太久了，对了。希望他们赶快修养。设施其实也都很旧了，比起洲际啦、巨蛋啦，有些巨蛋都很新。亚太我是没有去过啦。如果说有换新的球场，应该是会比较期待。对着球场修缮进度拖拖刷刷，球迷表达无同意见。
只希望会当伫咧台南看球，连议员嘛看袂落去。伫议会质询的时阵，要求市府爱召开协调会议，除了确认修复时间，同时厘清相关责任。我来主动来做啦，哈。真的要请统一球团或者是中华职棒，他们来联合一起来做一个协调，看看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10月初就有把整个结构的毁损状况的报告呈送给我们统一棒球队这边，是希望市政府这边跟体育局这边的长官可以协助我们。安排我们最希望是在亚太足球场这边。以目前的状况，明年3月赛季的开幕，统一赛已经无可能回来到台南市立棒球场，因此球团希望会当伫咧新建的亚太棒球场。因过场地已经完工2档，场内游玩有侪缺失爱解决，包括着大荧幕寸笑小小，本垒后壁防护网关度不足等问题，大细加起来大约有80项。修缮的速度真的是牛步啦，包含连这个台湾职棒的会长蔡其昌都说他能做的都做了。外界会当做的拢做了，就看体育局的积极程度，敢会当赶紧迎接统一赛空球迷伫台南看比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由市府观光旅局主办的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培训计划，对110年开办以来，培育出跨文化甲语言能力的新住民导览人才已经超过900人。而今年也有印尼、泰国、香港甲越南等31位新住民参与，并取得结业证书，成为台南推动在地观光旅游的观光大赛。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主办，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申办的114年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的培训，日前举行结训的成果发表，由着观光旅游局的专委丁玲丽来受证。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理事长甲副理事长嘛拢出席来见证。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们从110年就跟这个台越的这个关怀协会一起合办这个活动了，那也借由他们帮我们找到东南亚的这些新住民或者是侨生来上课，成为台南的观光尖兵。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我们老师们牺牲3个周六周日，我们学员也牺牲了3个总共6天的假日时间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训练133位分布在5、6个国家的学员的，我们的导游老师的哈，而且今年有几位都考到导游执照哦。以前大家叫什么旅游辅助导览人员，对不对？现在可以真正就考到导游执照了哦。或许明年我们可以把考取导游执照变成我们课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许是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亮点了哈。这项的计划对民国110年开办以来，已经培育出133位具有跨文化甲语言能力的新住民导览人才。今年总共有来自印尼、泰国、香港甲越南，总共31位的外籍新住民来参加。其中嘛有学员伫咧受训以后去参加导游领队的证照，唔定会用用母语带厝内人来台湾佚佗。嘛用以专业来带团，为观光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之前我就知道说什么是旅游去哪里玩，但是我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我发觉真的其实很多台南的观光地点还有美食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也希望参加这个课程之后啊，可以接待很多我的同乡、我的印尼啊，还有我的其他的朋友，还有不只是亲戚朋友，还有我们的移工，因为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移工来台湾，他们也想去哪里玩，然后有时候因为语言上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哪里，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协会，然后就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们这样，然后欢迎大家哦。我以前是读成大历史所的。那我也是了解很多台湾的文化历史，但是其实都是在
就是纸上谈兵的那种。但是在这个6天的课程呢，老师们就带领我们去了解台南的更深入的，甚至可以带我们去走访，就是台南的一些观光景点，还有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要当一个导游，你要怎么去介绍，要怎么去推广台南的或台湾的观光的资源。市府观光旅局表示，今年的课程以着强化导览的专业、深化文化理解，甲着导入观光营销为核心，结合理论甲着实务，并且融合 AI 技术，提升旅游的设计甲着服务的品质。希望未来会用进一步提升台南国际旅游的友善服务，让台南成为新南向，甲着其他国际旅客来台旅游的第一选择。台南新闻林云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旅游服务中心是行销观光的重要驻点，不只提供旅游的资讯，里后嘛有伴手礼专区。该中心甲台南4大产业发展协会合作，就选伫台南火车头甲高铁站站试办，共同来推荐台南上有代表性的优质伴手礼，进一步行销在地美味。市府观光旅局为进一步推广台南特色的伴手礼，甲着优质的店家，将透过旅游服务中心设置推广专区，打造兼具展示甲着销售的行销通路。商品的内容丰富，涵盖特色的小食、糕饼、甜点、咖啡、茶甲饮料，甲着用心的补品等。17号上午，伫市府来召开宣传的记者会。知影台南有足好的伴手礼，毋过知影台南有10个旅游中心的人真正真少，毋过咱逐个10个旅游中心有18万人的，拢会让来咱台南的旅游中心参观兼问代志。咱即个结合咱的伴手礼兼咱的旅游中心，希望甲咱18万的人次的即个游客，会当带来即个买伴手礼。咱即个伴手礼中心来进入咱即个旅游服务中心是一个真好的工作，希望咱透过旅游中心的服务，增加咱的伴手礼的买卖销售的管道。出席的贵宾除了有中央甲着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业者厂商，以及着各观光相关的工协会。即届总共精选有25间的伴手礼店家，30款的特色商品。首先，将要选伫台南火车站。甲着高铁台南站的旅游服务中心来试办，透过伴手礼推广专区的设置，让台南旅游服务中心毋但强化服务的功能，更加成为台南市伴手礼品牌展示，甲着拓展通路的重要平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视觉技术团已经迈入25周年，17号嘛宣布将伫今年12月20日2天推出年度公演25集。视觉表示，该表演不只是对过去25年来敬意，更是视觉迈向100年歌团远景的里程碑。用3味弦开场，笛声震撼的鼓声，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石鼓集乐团。今年迈入25周年，邀请手和铁鼓乐团合作呈现25集年度公演，更耗资千万，以传承创新为主轴精神，加入声光影的元素，不再只是听。我希望说，真正可以感觉到现场演奏，或者是前来剧场观看节目的一个魅力。这回舞台设计跳脱框架，特别导入裸视 3D 技术，结合即时运算同步系统，让影像能随着鼓声与演奏动态回应，在现场生成独一无二的即时画面。表演内容将集结乐团多首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强调不只是回顾，更要接棒向前行。我们把一些年轻的想法
开始以一些电影动画配乐的一些元素加入我们的演出之中。那打鼓也不再是单纯的一些演奏节奏，在我们排练跟团员工作的这个途中，我们也会和各种舞蹈老师跟武术教练去讨论，制作一些身段以及动作上的安排。这场演出不仅是古乐展演，更是一场艺术进化，象征迈向100年鼓团愿景的里程碑。演出日期就定在今年的12月20日及21日2天，敬请观众期待。记者孙怀腾的报道。讲到菲律宾料理，多数印象拢是街头的小吃，起来是度假村的餐点。不过，为着路上的比客，则是有真特别的饮食文化。所以，台北一间餐馆为了彰显当地风味，展开6天的考察，拜访真侪间出名的餐厅，特别是因伫亚尼的制作甲辣椒运用，希望因的原汁原味甲台湾民众分享。比克料理最大特色正是以辣椒与椰奶为灵魂，浓郁的椰奶搭配奔放的辣度，形成既浓厚又清爽的口感层次，常见于家庭菜与宴席料理中。这些风味不仅是当地饮食，更是旅行途中最难忘的记忆。如今透过主厨团队的研发与调整，原汁原味地重现在台北餐桌。Bicol is actually a specific destination or a special destin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is very famous for its Mount Mayon. It's a very perfect cone volcano. But apart from that, Bicol is also famous in the Philippines for its unique dishes. Bicol, the destination or the culinary destination, is also famous, very famous because of its spicy and coconut dishes. So this is a destination where coconut is a very rampant and very abundant source of ingredients in the area. So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different dishes that are based on coconut milk, and they use it specifically and put some spicy and chili to make it more special. 比克主题菜单中，烟熏风味椰奶鸡将椰奶的浓厚与烟熏香气融合，口感丰厚却不腻口。另一道传统比克荆棘腌鱼，以荆棘汁取代柠檬，酸爽清新。芋泥佐炒扇贝则是将鲜炒扇贝与淡菜搭配绵密芋泥，展现出比克人对食材的巧思。那为什么会选择比克这个地方？是因为菲律宾观光局的推荐，因为他跟我们有提到说，继前面2次我们去菲律宾的考察，他十分推荐说，如果要做再有特色的菲律宾菜的话，比克这个大区这个地方，它的料理上面呈现的跟其他菲律宾区域截然不同，它使用到了比较多的椰奶以及辣椒的成分，然后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菲律宾风味。像菲律宾那边，像比克那边的话，他们是以海鲜为著名。那我们大家知道，中南美洲有一道很有名的那个腌生鱼的菜叫 ceviche。那在中南美洲，他们会习惯的是以像柳橙汁或者是以柠檬汁来入。那我们知道菲律宾他们所有菜肴里面，他们都会加入一个，但是像台湾荆棘的一种小水果叫卡拉马西，风味跟荆棘也差不多。那他们就会用荆棘汁来腌这个鱼。那这个菜呢，吃起来非常的爽口，然后跟中南美洲的柠檬比起来呢，它的荆棘风味凸显之外，它的其他的甜度也会用的比较高，那吃起来的话，它的滑顺感也更够。其实在菲律宾，他们芋头其实吃的很频繁，他们拿来不仅是在料理上面，甜点和酒类，他们会用到芋头来做调味，包括你可以在那边喝到芋头啤酒，也可以在那边喝到像芋头的一些那种甜酒在内。那其实菲律宾他们的料理其实融合了像西班牙以及他们本身东南亚的特性，以及当地大量的华人移民，所以你可以吃到说他们的料理是这3者文化的一个饮食的交融。从旅行到餐桌，比克的饮食魅力在台湾被完整呈现，不仅是一场味蕾的探索，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无论是与朋友小酌，还是家庭聚餐，都能在这桌料理中找到属于比克的热情与惊喜。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民团大厦藤校区的艺术中心最近邀请有建筑界顽童之称的英国建筑大师 Peter Cook 来进行个展。特别的是，当中不止展出200为台湾所创作的限定作品，也有 VR 体验，让观众亲身家里画作世界。欢迎民众把10月23进前前往欣赏。
铭传大学近日迎来英国建筑大师彼得·库克爵士在桃园校区艺术中心举办个展山室，展览以缤纷色彩和奇幻共图的手绘画作，探索建筑、自然与城市之间的边界。铭传艺术中心综合馆馆长李之瑜指出，现场特别展出库克为台湾创作的限定手绘作品，都展现出大师对台湾城市的细腻观察和独特想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Sir Peter Cook 他来到台湾做他的巡回展出，那不是只有在亚洲的这个一个城市，而是他也有到了韩国，然后当然台北这边是他的另外一个点。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可以让他延伸到桃园我们的铭传艺术中心做展出。那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他特别为了台北。还有就是等于是北部以及东部或西部，他画了2幅只有在台湾限定的作品。本次展览更首次推出 VR 体验，让观众能走进画作，亲身感受建筑和空间的奇幻世界。李志宇表示，这是先前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时无法呈现的内容，很荣幸能结合学校的科技设备，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沉浸式观展体验。Sir Peter Cook 他非常的期待，希望可以播放他的 VR 的版本。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在当代艺术馆没有展出 VR 的版本。但是的话，因为铭传大学我们在2017年有成立了 VR 整合研究中心，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目前的负责人。那其实 VR 整合研究中心的话呢，它是可以将空间转换成虚拟实境的一个视觉。那Sir Peter Cook 其实知道了后，他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他也提供了他的 VR 的这个内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其实戴上了 VR 眼镜，就可以走进去这个作品的这个真的虚拟实境的世界。这个 Sir Peter Cook 他自己去真的亲自去监工，把这个世界怎么样转换成虚拟实境，让你可以看到甚至于走入他的画作。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位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在他这样子的年龄，他还是不忘记去了解各个不同的科技，可以让他的作品跟结合这些科技的力量，去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界面。馆长同时介绍，彼得·库克是实验性建筑团体建筑电讯创办人之一。2007年因卓越的建筑贡献获得英国女王封爵，被誉为建筑界顽童，对全球建筑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这次能邀请他来铭传展出，对校方而言十分荣幸，也期盼透过免费开放，嘉惠在地学校和社会大众，启发孩子们的美感教育和创造力。他的建筑的作品非常之多，大家可以看到，甚至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像一个外星球、外太空的飞碟的舰艇停在这个城市中的这个作品，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之一。那我们其实也在这过程当中也邀请了我们的非山非市的一些小学例如寿山小学，他们就会来带着孩子们校外教学来参观。展览自即日起展出到10月23号，铭传大学校方欢迎民众预约进场，走进大师笔下的奇想世界，共享一场国际级的艺术飨宴。这里听台报道。感谢收看10月1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
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兆民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0%冷气用电。